随着这个疫情愈来愈稳定，台中市长卢秀燕号召民众振兴经济。第二届台中购物节7月要来举办，卢市长伫记者会讲，今年抽奖的礼物比旧年更加精彩，鼓励大家加买一寡台中在地产品，除了帮店家来拼经济，更加有机会摕到惊喜好礼。2020台中购物节正式启动。跳舞的人轻快摕到佳子啊，哪洗哪跳。第二届台中购物节7月份开始，后疫情时代，鼓励大家把佳子啊带好满，经济变好变满。后疫情时代要做什么呢？要拼经济、拼经济，对不对？对。台中市政府和这些业者合作，包括线上购物平台，还有实体商店，扩大购物节的规模。去年6礼拜活动期间，创造25亿的消费。今年的活动拢总有8个礼拜，期待会更加好。买台中的商品，或者在这边买，或者在这边吃，或者在这边喝啊，或者旅游、住宿等等，通通可以参加抽奖。那抽到的大奖呢，就可以带回家。只要下载 App， 把台中消费发票扫描入去，每一礼拜拢会当参加抽奖。消费的金额愈悬，抽奖的机会就愈多。亲像去年都有人抽到价值1000万的厝，台中市政府嘛讲，今年的奖品会愈多，会当好好期待。